耶穌復生拉匝祿之一，耶穌拖延後啟程上。若望福音第11章敘述咗耶穌復生拉匝祿，敘述嘅結構係個同心圓結構，突出咗呢個神蹟嘅隆重啟示。耶穌就是復活，就是生命。喺 B 同埋 B' 部分，兩姊妹對耶穌嚟臨嘅反應，甚至所講嘅說話都幾乎相同，明顯係聖史刻意嘅對偶手法。整個片段嘅高潮喺最後一部分 A'， 就係耶穌顯神蹟復生拉匝祿。福音所記述嘅神蹟，多數係先敘述神蹟嘅顯現，然後先至加上解釋。但係呢一次就唔同啦，聖史交代咗人物背景之後，就開宗明義指出耶穌將要發顯嘅神蹟有咩意義。有一個病人名叫拉匝祿，住在伯達尼，即瑪利亞和她姐姐馬爾大所住的村莊。瑪利亞就是那曾用香液撫抹過主，並用自己的頭髮擦乾過他腳的婦人。患病的拉匝祿是他的兄弟，他們姊妹二人便派人到耶穌那裡說：主啊，你所愛的病了。聖史喺呢度介紹伯達尼呢個地方，唔係指出佢嘅地理位置，而係指出伯達尼同瑪利亞同埋馬爾大嘅淵源。四部福音入邊，只有若望同埋路加提及呢兩姊妹，而除咗喺呢度之外，每次嘅排名都係以馬爾大為先嘅。而呢度以瑪利亞排名先，可能係因為佢曾用香液撫抹過主，因而成為咗地方英雄。愛呢個字嘅原文係指一般朋友之間嘅友愛，所以你所愛的亦都可以譯做你的朋友。下文耶穌就係叫拉匝祿做我們的朋友。耶穌聽了便說：這病不至於死，只是為彰顯天主的光榮，並為叫天主子因此受到光榮。耶穌話拉匝祿嘅病不至於死，並唔係話拉匝祿嘅病冇生命危險，因為拉匝祿的確係因此而病死咗。耶穌嘅意思係呢個病最終嘅意義並唔係死亡。呢句說話其實好吊詭嘅，因為耶穌將要復生拉匝祿，雖然佢得以恢復嘅係肉身嘅性命，但呢個只係耶穌所賞賜嘅永恆嘅生命嘅一個標記。所以拉匝祿呢個病不但不至於死，更係導向永生嘅一個門檻。耶穌復生拉匝祿嘅最終後果係啟示天主創造生命嘅大能，從而彰顯天主嘅光榮。換句話講，天主嘅光榮唔在於人嘅讚美，而係在於佢嘅工作。與此同時，耶穌自己亦都因此而受到光榮。耶穌嘅光榮在於許多人信了他，亦都因此導致公議會決意殺死佢。所以耶穌最終係喺十字架上面接受天主嘅光榮。耶穌素愛馬爾大及他的妹妹和拉匝祿。當他聽說拉匝祿病了，仍在原地逗留了2天，此後才對門徒說：我們再往猶太去吧。上文已經介紹過拉匝祿係耶穌所愛嘅，而家又重申佢同2個姊妹都係耶穌所素愛嘅，凸顯咗耶穌得悉拉匝祿病倒之後唔即刻前往探望，並非佢唔關心呢一家人。耶穌係出於愛先至延遲探望病倒嘅拉匝祿，因為等拉匝祿病死之後，耶穌將復賜佢肉身嘅性命，作為耶穌所賜永恆生命嘅標記。呢個對拉匝祿以至對在場嘅所有人，並且對世世代代嘅基督徒嘅幫忙會更大。